可能有一道乡亲，有一道农民就有按样嘅想法，风采唔来无水好用，唔过风采来又为促成动态嘅农业损失，从喺农业太严与林烟，也摆受到莫拉克风采嘅影响，促成抢菜韩国瓜果类严重嘅损失，唔但将农作物嘅叶尾半风靠到绵绵，轮摆嘅用瓜、香瓜，还加因为实在太多嘅水沙逼脱嚟，瓜农就更很艰苦。 香港基本行嘅副产业，不过轮背乡嘅早市风到二唔系讲动态，所以农民掉咗去天度顺顺啊，抢收天度嘅香瓜。經過操兵規劃嘅強風，東北鄉差唔多有300公頃嘅香瓜田，差唔多都被風車吹到崩塌咧。香瓜雖然講東江雨水，不過冇啲溫室嘅保護之下，香瓜吸收太多嘅水分，實力高，隨時凍殘。啊，迄個顯期一般攏瓜啊，就攏營養攏爛掉啦，可能要收啊有限咯啦。因為哈密瓜伊就是黃狀的，所以袂堪要講吸到一點仔水，若吸到水吼，你佇個表皮上若吸到水伊就是會爛。 哦，损失濟哦！伊正常你來伊正常1分地，吼，伊蠻較少咧嘛，要有3000斤。啊，即嘛1分地，甲板也無100斤咯。啊，像這個車就甲板長啊，這會整是袂整是，抑佫唔知咧啊。 除了香瓜之外，倫北鄉還有700公頃嘅地頭，但因為強風嘅關係，入不都被吹得綿綿，佢曉兩期嘅休息就會冇咧。 伊肥吼，果啊吼，差不多吼挑快啦吼，差不多用300公頃吼，差不多快1000都快了咧。地铁部分吼，差不多1000公頃吼，啊6、7上吼，馬攏總快去吼。因為莫拉克風采認真市場批流，豐富嘅飼料，可能會造成動態嘅農業損失，所以下雲林站嘅農業損失，下限地嘅統計當中。下個新聞李先都雲林報道。